Shalom， 我係 Raymond， 歡迎嚟到站在十字架下系列人生10堂課。今日係第9課，成了。你願意背起自己嘅十字架嚟跟隨耶穌嗎？天色陰沉，大地上一片肅靜。耶穌正面臨垂死之際，佢知道所有關於佢喺十字架上受死嘅預言、應許同埋經文，而家都要一一應驗。於是他開口說話，如同一個垂死之人傾盡所有嘅力量，發出低沉嘅聲音：我渴了。呢個係一個破碎身體嘅渴望，呢個係一個人傾盡所有一切之後嘅渴望。呢個就係詩篇22篇14節、15節所描述嘅乾渴。我如水被倒出來，我嘅骨頭都脫了節，我嘅心在我裏面如蠟融化，我嘅精力枯乾，如同瓦片，我的舌頭貼在我的牙床上。呢個就係嗰位曾經賜活水俾撒瑪利亞婦人嘅耶穌，而家佢正嘗到死亡嘅乾渴。喺旁邊放咗一罐酸酒，就係醋。有啲士兵攞起一支牛膝草，裹上咗海綿。牛膝草就係以色列人過逾越節嘅時候用嚟沾羊血塗抹喺門框上面嘅植物。而家呢個牛膝草觸碰咗逾越節羔羊乾裂嘅嘴唇，於是聖經上邊嘅話應驗了：我渴了，他們拿醋給我喝。詩篇69篇21節。耶穌接受咗酸酒之後，只係用少少嘅濕潤咗自己嘅嘴唇，然後佢講出一句最令人震撼嘅說話。耶穌用盡生命最後嘅力量，佢喘着氣，佢宣告成了。It is finished。呢個並非係痛苦嘅言語，耶穌喺度宣告成了。究竟係乜嘢成了呢？係指佢嘅生命走到咗盡頭咩？唔係。成了呢句話係出自於約翰福音19章30節。希臘文成了只係用一個字，tetelestai。呢個係一個動詞，佢嘅字根係 teleo。喺希臘文字典裏邊 teleo 嘅意思係完成、結束、終結。動詞 tetelestai 係第三人稱單數完成時態。完成時態係表示緊一個動作，事情已經完成咗，同埋佢嘅影響將會永遠持續。究竟係乜嘢完成咗呢？喺約翰福音19章28節，我哋讀到耶穌知道各樣的事已經成了，為要使經上的話應驗。呢個動詞 teleo 喺呢節經文裏邊用咗2次，你揾唔揾到嗰2個字呢？冇錯，就係成了同埋應驗呢2個字。呢2個動詞都係同一個希臘文嘅字根 teleo。首先我哋嚟睇第一個字，當耶穌話成了嘅時候，佢知道各樣的事已經成了，喺希臘文係同一個字 tetelestai。咁樣所指各樣的事係乜嘢呢？約翰福音4章34節係耶穌一生嘅座右銘：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來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做成呢個詞就係teleo。耶穌嚟到世上係為咗遵行天父嘅旨意，完成天父嘅工作。
喺最後晚餐臨近尾聲嘅時候，喺前往客西馬尼園之前，耶穌向天父禱告，講咗以下嘅說話。約翰福音17章4節：我在地上已經榮耀你，你所託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當耶穌話成全了嘅時候，佢嘅意思係指佢已經完成咗天父託俾佢嘅地上嘅工作。簡而之，佢喺地上為天父所要完成嘅使命，佢都完全完成咗。我哋之前亦都睇過約翰福音19章28節，各樣的事已經成了，為要使經上的話應驗。應驗呢個字就係同一個原文字根 teleo， 關於耶穌一切嘅預言喺十字架上邊已經完美地完成咗，完全按照住亞維神嘅旨意成就。耶穌完全活喺神嘅話語當中，佢唔單止係引用經文，佢係完全信服經文。呢個對我哋跟隨耶穌嘅人嚟講係一個挑戰。我哋必須活喺神嘅話語當中，亦都係要完全嘅信服。總而言之，當耶穌話成了，佢係宣告一切都完成咗。亞維神俾佢嘅使命，尋找拯救失喪嘅人，成為完美嘅贖罪祭，完全信服聖經，呢一切佢都完成咗。佢喺地上嘅使命完完全全咁完成咗，而呢個影響將會持續落去。希伯來書5章8至9節，他雖然為兒子，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他既然得以完全，就為凡順從他的人成了永遠得救的根源。你揾唔揾到邊個字同 teleo 有關呢？係完全呢個字喺希臘文就係 teleophas。耶穌雖然係兒子，卻學會了順服。耶穌因順服得以完全。你睇，順服喺人生係至關重要嘅，耶穌亦都唔例外。順服唔係自然而然有嘅，呢個係我哋每一個人必須時時刻刻做出嘅選擇。聖經話俾我哋聽，耶穌嘅順服係完全嘅，佢學習、實踐、成長、成熟，直到佢生命嘅盡頭。即使喺十字架上邊，耶穌嘅順服亦都係受到考驗，直到最後一刻，耶穌始終對亞維神忠心。而家佢嘅工作已經完成咗。佢成為所有信服佢嘅人救恩嘅根源，為咗邊個？就係為咗所有信服耶穌嘅人。呢度講嘅唔單止係耶穌嘅信服，我哋蒙召亦都係要信服耶穌。呢個唔單止係關於耶穌背起十字架，耶穌教導我哋要背起自己嘅十字架嚟跟隨佢。今日嘅福音經常係以耶穌嘅十字架作為中心，耶穌為我哋嘅罪而死，為拯救我哋。呢個係事實，係一個榮耀嘅真理，係關於我哋嘅救恩。但係呢個並非一切。聖經提到兩類嘅十字架，基督嘅十字架同我哋作為門徒嘅十字架。喺福音書裏邊，佢曾經5次發出同樣嘅作門徒嘅呼召。你睇，門徒係要背起自己嘅十字架嚟跟隨耶穌。馬太福音記載咗2次，馬可福音1次，路加福音亦都係記載咗2次。我哋喺呢度冇時間逐一嘅探討每一段經文，但係我鼓勵你哋細心嘅研讀每一段經文，等耶穌嘅話觸動你嘅內心。基督嘅十字架已經完成咗，為咗我哋嘅救贖而完成咗。但係呢個唔係終點，而係我哋作門徒嘅起點。基督嘅十字架而家必須喺我哋生命裏邊發揮作用，而呢個作用嘅實現就係我哋要背起十字架嚟跟隨耶穌。我哋背嘅唔係耶穌嘅十字架，我哋要背負嘅係自己嘅十字架。耶穌好清楚咁表明，如果我哋唔背起自己嘅十字架，就唔能夠跟隨佢。我哋要天天背起自己嘅十字架，唔係一世人一次，唔係每星期一次，唔係每年一次，而係每一日都要背起十字架。背負十字架最大嘅障礙，唔係苦難，唔係逼迫，唔係困苦，
最大嘅障礙就係自我。呢個就係我哋被呼召要捨己嘅原因。捨己就係要對住自我，對住舊生活方式說不，對控制我哋嘅驕傲說不，我哋嘅私欲說不。呢個係一個有意識嘅選擇，呢個係每一日嘅選擇。要將我哋嘅意志交俾神，唔係成就我嘅意思，只要成就你雅維嘅意思。十字架係自我中心嘅終結，十字架改變咗我哋整個思維嘅方式，拒絕以自我為中心嘅生活方式。背起十字架嘅目的唔係為咗要受苦而受苦，而係為咗跟隨耶穌，走耶穌所走過嘅路，係一條愛嘅道路，一條犧牲嘅道路，一條服侍嘅道路，一條信服雅維神嘅道路，一條去到天父嗰度嘅道路，一條為我哋同天父建立親密關係嘅道路。雅維天父非常關心我哋同佢嘅關係，我哋必須專注喺雅維身上，同佢建立更深嘅關係，好似耶穌咁。我哋喺呢一刻站喺十字架前，我哋聽到耶穌嘅說話，成了，救贖嘅工作已經完成，贖價已經付清，通往天父嘅道路已經敞開。而家耶穌向你佢向我哋發出咗邀請，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隨我。呢個邀請唔係叫我哋遠遠咁望住佢釘喺十字架上邊，亦都唔係叫我哋將個十字架作為頸鏈、作為首飾戴喺身上，而係邀請我哋將耶穌已經完成嘅救贖工作作為我哋信服嘅起點。基督嘅十字架已經完成咗，佢嘅使命係為咗我哋帶嚟救贖。而家輪到我哋，你願意背起自己嘅十字架嚟跟隨耶穌嗎？Standing at the cross, standing at the cross, empty hands, trembling heart, I have nothing left to hide, nothing left to prove, just this fragile, faltering step and the hope of you. I take up my cross to follow Jesus. I deny myself and walk your way. Not my will, oh Lord, but yours forever. Shape my heart in what you say. I take up my cross to follow Jesus. Every breath a simple yes. Not my will, oh Lord, but yours forever in surrender. I am blessed when the path feels long and lonely, oh Lord, and my courage starts to fade. Teach me how you prayed in that garden as the night gave way. Father, let your will be done. Let that be my song. Hold me close and keep me steady when the walk feels
I take up my cross to follow Jesus. I deny myself and walk your way. Not my will, oh Lord, but yours forever. Be my strength from day to day. I take up my cross to follow Jesus. Every breath a simple yes. Not my will, oh Lord, but yours forever. In your will my soul finds rest. Shalom，讓我哋回應耶穌所成就嘅救贖大功，讓我哋每天背起自己嘅十字架嚟跟隨佢，盼望耶穌再嚟。喺天國裏邊，耶穌將要成為彌賽亞君王。